開開，我係黑羊。天空之城 Laputa， 以下簡稱天空之城。呢套大作竟然出現過一個極不合理嘅畫面。呢套作品有個角色竟然喺另一套經典電視動畫《魯邦三世》裏面出現過。喺故事開頭，男主角等等，呢條片呢，因為版權問題唔可以喺呢度繼續播。如果對天空之城有興趣嘅朋友，可以 click 入資訊欄或者置頂留言嘅連結繼續睇啊。首先必須向大家講聲唔好意思，呃咗你入嚟。我整呢條片呢，有兩個原因嘅，其中一個就係想知道究竟係呢個 topic 冇人想睇定係冇人睇到。因為我喺另一個新 channel 嗰度擺咗呢條片，但係擺咗幾日都係門可羅雀嘅。如果你聽到而家我講呢句嘢呢，至少證明我原本製作嘅影片應該係有人會想睇嘅。另一個原因呢，就係我想借呢個機會俾我講一講到底發生咗咩事。以下落嚟我將會講一啲關於版權警告嘅個人經歷同感受。如果對 YouTube 政策同內容創作者點樣營運方面冇咩興趣嘅朋友呢，可以 skip 咗佢噶，唔阻你嘅寶貴時間啦。但係如果你唔介意嘅話呢，請聽我講埋落去先走啊。簡單交代下先，我本身咧排咗個 schedule， 諗住出一條片講天空之城嘅，點知做好晒 upload 之後咧，先知原來有嚴重嘅版權爭議。雖然條片預設咗做不公開，即係冇人會見到嘅，但係咧 YouTube 嘅自動偵測系統係會 detect 到後台內容裏邊有使用乜嘢影片同音樂嘅。咁長話短說啦，因為一啲好蠢嘅原因，我冇即時刪除到，所以中咗俗稱版權炮嘅紅標版權警告。而且我因為測試唔止 upload 一次，所以係一次過中咗2炮嘅。事件到底有幾嚴重呢？ YouTube 創作者喺完成上載內容嘅時候呢，系統係會對個內容作出過濾嘅，乜事都冇呢，就安全嘅綠標。內容有爭議啊，涉及敏感議題啊，成人情節不適合兒童觀看之類等等嗰啲呢，就會被黃標，而牽涉到其他版權擁有者嘅片呢，就會被紅標嘅。中咗黃標會被限制盈利，而中咗紅標呢，就要將條片下架，否則會俾對方發出版權警告，亦即係頭先所講嘅版權炮。版權警告會保留90日之後消除。如果個台同一時間存在3個版權警告呢，頻道就會即時被終止，過去所有影片都會被屏蔽。簡單講，即係個台會死咗，亦即係話呢，而家呢個 channel 只係吊住條命嘅啫。呢2-3個月內呢，我都要好小心咁衡量我要上載嘅內容，但我又唔想呢段時間就咁閒置咗個 channel， 所以先諗到要開一個新台嘅啫。或者你會話，咁你啲內容乜片都唔放咪得咯？睇 YouTube 就唔同聽收音機嘅，唔係個個都願意冇畫面齋聽呢條友喺度講嘢噶。如果你講緊套戲，而影片裏邊係完全冇呢套戲嘅原片嘅話呢，一定會少好多觀眾嘅。你又可能會問啦，喂，我喺網上依然見到好多影視評論，主講嘅人都係會引用原片嘅，點解佢哋又冇事嘅呢？呢度牽涉一紮法律嘅問題，有機會係佢哋喺之前已經得到准許，亦有機會只係時辰未到嘅啫。當中係有無數可能性，要講啊真係有排數啦。但係可以肯定嘅係呢，有一啲 channel 其實已經因為中咗版權炮而消失咗，只係死咗個人係出唔到聲，所以話唔到俾你知嘅啫。你見到有人生勾勾凍喺度就覺得冇危險，呢個係所謂嘅幸存者謬誤嚟嘅。近期執行版權申訴最用力嘅呢，肯定就係吉卜力 Ghibli。自從好多人用 AI 製作吉卜力風格之後呢，吉卜力對呢種情況係嬲到癲咗嘅。我估計呢件事呢，有可能係成為佢哋超乎過去咁嚴格執行版權限制嘅原因。其他嘅影視公司甚至個人呢，其實都擁有相同嘅權利嘅。不過因應唔同作品嘅熱度同各種原因啊，唔係間公司都會執得咁嚴嘅。咁點為之執得嚴呢？咁就要睇下二次創作者點用啦。撇開音樂版權，淨係攞影像使用權嚟講啊，可以有唔同嘅程度嘅。我哋以一套原作90分鐘嘅電影為例啊。A 直接將成套90分鐘嘅戲擺入自己 channel 度播。B 分成上下集各45分鐘咁播。C cut 幾分鐘片段嚟播。
啲同樣 cut 幾分鐘，但係只係用嚟輔助，主要係配合旁白嘅講解嘅。二都係旁白講解，但係片都唔用，淨係 cap 圖。以上 A、B、C、D、E 幾種情況，冇人可以講實嗰把尺去到邊度先至叫做唔得，亦都要視乎原片擁有者出唔出聲嘅。例如一啲超過100幾十年電影都已經進入咗公有範圍嘅，又或者係冇人具體持有過版權嘅話呢，基本上你點播都得嘅。而如果間公司仍然存在，而且擁有版權，咁點解仲會有人可以用呢？更多嘅情況係嗰啲公司隻眼開隻眼閉，唔太過分嘅話就唔特別捉。又或者 YouTube 賬戶會收到綠標或者黃標嘅版權聲明。版權聲明同版權警告係唔同嘅。收到版權聲明嘅話呢，都可能係綠標，你可以照播，但係就唔可以盈利。又或者你都可以盈利，不過就要將部分盈利分翻俾版權方之類啦。戴翻個頭盔先啊！紅黃綠標嘅版權處理咧係相當複雜嘅，我只係以我個人經驗同揾到嘅資料嚟到講嘅啫，具體情況都會有啲差異嘅，可能唔係完全準確噶。例如最近我做緊講橙路嘅影片，你要喺 YouTube 揾得到電視原版嘅，係以上提到 A 嗰種情況，但係亦都有一啲已經因為版權問題而被下架嘅。有好多唔同嘅情況，好難一概而論。而家 YouTube 上面一啲評論或者分析解說嘅影片呢，裏邊包含原作嘅片段，可能係個 channel 已經得到授權，亦可能只係游走喺個灰色地帶，冇人或者未有人捉。具體情況呢，就只有嗰個內容創作者先知。亦有唔少人呢，因此會選擇完全唔用原片製作，淨係 cap 幾張圖。有啲甚至連 cap 圖都唔用，全程對住鏡頭齋講，必要時啲畫面咧就用 AI 圖代替。平心而論啦，有原片做評述背景咧，點都吸引好多嘅。所以當你睇到有啲 channel 嘅片有引用動畫或者電影原片咧，佢係可能冒住一定程度嘅風險。當然都有可能係佢已經向版權方攞咗 permit 嘅，雖然我覺得呢個可能性唔大啦。就算你係幾萬甚至幾十萬訂閱嘅 channel，Disney 啊、華納啊、吉卜力啊呢啲大型企業咧，都未必放你喺眼內嘅。至於有時個講者如果齋講冇片呢，請你唔好以為佢哋一定係懶費事剪。事實上咧，佢哋嘅風險其實係最低嘅。仲有最極端嘅情況咧，版權方真係有機會連你條片入邊只係用 cap 圖都照捉。包括吉卜力 logo 上面嗰隻龍貓啊，當然啦，我相信佢哋唔會咁做嘅，但係原則上佢哋都可以提出呢個要求，只係唔會做到咁盡咁解嘅啫。雖然 YouTube 嘅自動偵測未必 check 得到，但係有啲企業嘅內部呢，係真係有一 team 人專門處理呢啲事嘅。例如老高都有一段講天空之城嘅影片，接近半個鐘嘅片裏邊呢，只係用截圖同極少嘅原片，份量係不足成條片嘅1成嘅。呢一點同好多日本講天空之城嘅影片都一樣，而且老高影片嘅封面圖呢，英文名都係寫 Sky City 嘅。我唔相信佢會係唔識字，唔知道套戲個名。我認為佢只係避免喺封面裏邊出現 Castle in the Sky 甚至 Laputa 呢一個片名，希望盡量減低被系統自動偵測到嘅風險嘅啫。因為好似佢呢啲做咗10年8年影片，有豐富經驗嘅龍頭 IP，就算佢唔知啊，我相信 YouTube 都會有人提醒佢，因為萬一出咗版權問題要開炮嘅話呢，無論係佢本人、版權方甚至 YouTube 都會好老尷噶嘛。我想繼續做一啲講動漫嘅影片，但係都要就住啲版權問題嚟做嘅。即使我係用咗好多時間做剪接，揾好多相關資訊同加咗自己評論，咁畢竟呢，我係用緊人哋啲嘢，我都要尊重佢哋嘅擁有權嘅。鬼叫我唔係自己拍一套戲出嚟咩？其實呢，除咗動漫之外，我都希望做其他影片，喺仲可以出聲嘅時候講啲想講嘅嘢噶嘛。即使未必有人睇，但係既然有呢個機會呢，我都希望可以 keep 住呢個平台，等我有機會發表一下嘅。如果你聽得到呢度呢，我好多謝你嘅耐心，亦都請接受我嘅道歉，昆咗你入嚟，聽咗我呻咗一紮自己做錯咗嘅事。
原先講嗰條片嘅 link 咧，我會留喺 info 嗰度嘅。如果有興趣嘅話，請 click 過去睇。請順手訂閱同埋 comment like share， 因為無論係我定係其他你喜歡嘅 channel 咧，呢幾個動作係可以提高 channel 同影片嘅曝光率嘅，令到嗰個創作者得到更大支持。如果呢啲資料有大家有興趣嘅話，或者我之後可以再講少少嘅，因為呢段時間真係做咗好多資料搜集，去研究一下究竟個版權嘅問題係應該點樣解決同點樣避免嘅。我係黑羊，下條片或者新 channel 再見，請記得訂閱喎。